特朗普霸權美夢終難圓。近日，特朗普以未獲諾貝爾和平獎為由，向挪威發出公然威脅，宣稱將拋棄純粹和平考量，優先維護美國嘅利益。佢甚至將此與對格陵蘭嘅強硬立場聯繫起嚟，威脅要完全且徹底控制格陵蘭，仲以加徵關稅要挾歐洲盟友，上演咗一出以強權謀私利嘅荒誕鬧劇。呢種罔顧國際法準則、藐視多邊機制嘅行徑，係用強盜邏輯粉飾霸權野心，淪為現代關係嘅恥辱注腳。特朗普嘅橫蠻並非個例，而係美國長期奉行強權即公理叢林法則嘅必然結果。二戰之後，美國憑藉實力躍升全球嘅霸主，同盟友搭建嘅戰後體系雖然帶有霸權嘅烙印，但係就客觀提供咗短暫嘅穩定。聯合國亦都確立咗各國認同嘅規則框架，羅斯福四大自由理念更加融入咗世界人權宣言，成為咗國際嘅共識。但係當規則無法支撐其單邊擴張，特朗普便妄圖另起爐灶，以自身意志重構全球嘅格局，將世界拉回弱肉強食嘅野蠻時代。極具諷刺嘅係，特朗普為咗取代聯合國炮製嘅國際和平委員會，實為充斥霸王條款嘅霸權工具。草案規定佢親任主席，掌握絕對控制權，首年捐款超過10億美元，仲可以獲得永久席位，將國際治理異化為資本分贓，同黑社會組織規則別無二致。此舉遭多國質疑觀望，歐洲多國暗中商議抵制，亦都凸顯咗呢一個畸形機構嘅不得人心，亦都彰顯其解構國際體系嘅數典忘宗。如果話和平委員會係軟性破壞，對格陵蘭島嘅規劃則係對國家主權嘅赤裸裸侵犯。特朗普質疑丹麥對該島嘅主權，指示團隊擬定租約，授予準美國公民待遇，甚至動用武力等吞併方案，同1898年英國租借九龍新界嘅殖民手段如出一轍。即使他宣稱就該問題形成協議嘅框架，仍然難掩侵略嘅本質。特朗普嘅霸權鬧劇正引發連鎖動盪，佢宣布對歐洲8國加徵關稅，將美國優先凌駕喺盟友利益之上，導致同盟體系瀕臨分裂。呢種行為引發破窗效應，加劇國際法治倒退，威脅小國主權安全，衝擊全球和平根基。喺特朗普嘅霸權領導之下，國際局勢越發動盪不安，甚至連美國嘅盟友們都人人自危，擔心隨時成為下一個受害者。佢嘅強盜本色暴露無遺，從威脅挪威到企圖吞併格陵蘭，再到破壞聯合國體系，一切都服務於美國優先、自我優先嘅狹隘利益。特朗普嘅和平迷夢不過係披着羊皮嘅狼，唯有堅守國際法同埋多邊主義，先至係能守護真正嘅世界和平。